去，即个气量解放，伊无爱搁靠，伊就是迄个业quả嘛，就是迄个业quả来使得伊无通了断轮回。所以断掉扫这个上去啊，伊就有法度通啊真真正正了脱。那么这个典故会当互咱感受，咱要安怎去掉，去掉这个执着，确实是咱当前的课题。咱师尊老大讲修行无啥物，就是六义去彼此解毛病，就是安尼。则讲无以之苦殊当离，如是行者则如是。啥物叫做无以之苦？世间的一切苦拢是无意义的，输就是必须爱安怎？爱当斩爱斩，当离爱离，当放下爱放下。道理安尼讲，敢若真简单哦。但是拄着紧请的时阵，我就爱如是讲安尼。如果安尼的修行者，那我当放下，才有法度通啊。后壁讲如是就是自由自在，如如不动。这讲起来呢，会知啊，讲师嘛有在讲转处不留情。要讲殊当离要放下，咱要安怎转处？咱要转还入性，要超越，这爱勇敢的把这个社会世俗真俗讲啊，爱讲孬呢，爱迄个智慧点爱刻出来呢。但是如果这个无义之苦，咱认识阁袂清楚，阁袂清楚的时阵，阮啊照常聊落去哦。所以菩萨因讲为因，因为伊知影歹因结落，就是一定这个不真的果一定会出来。那做了不良的因，一定苦果一定出来。众生就是矛盾，就是安尼，是安怎咱的前辈才对于真理的这种推动遮尔要紧，因为如果咱若无了解的时阵，明明是苦的因，苦的因若唔知影，无甲节制，例如你来伊讲见不善如探通，哎哟，紧是煞紧走，毋过唔知影呢。那安尼后壁要讲如是会当，那像安尼讲要会当清净自在困难。会知啊，咱杨丽咱在讲的迄个怡正义，伊嘛家己感觉讲，我得做较侪善事啊，是安怎我的命运阁袂改变？迄个赵文公，迄个赵文公，伊就甲伊讲啊，讲你躲灾祸都来不及，你还求福？安尼咱甲想，所以讲，这个无义之苦、无意义的苦，咱必须爱会清楚，较拢安尼想。咱若听到下晡时，若听到迄个垃圾车、粪扫车啊较早是少年的祈祷真有改啊。当若听到垃圾车、粪扫车来，拢紧是煞要安怎？紧甲伊等讨角，因为无希望粪扫囥大厝会生蠓虫，真长高了也拢在发现，所以大家拢会紧要甲粪扫弹出。但是咱自心当中这粪扫贪嗔痴爱酒色财气，咱会甲咱调调，应该嘛爱亲像粪扫安尼，粪扫车来应甲弹出，敢是？但是若要认识清楚，有缘源源不暇，有缘而且业苦流转嘛一直流转，所以互较感受着讲，要安怎转处不留情，转弯处，要转弯这个，敢若讲要真正有法度通扭转乾坤，互较拢在想。咱咧讲着转心念尔，心念若转，一切就拢改变啦。有时心念看安尼讲，一个心念尔，要安怎四鸟破千斤，经过业苦业障消，袂捌安尼开玩笑捌讲明明讲迄个毋通嫁啦伊嘛是自认为讲他会给我幸福，他会为我改变，怎感觉一直痛苦。所以讲是安怎咱讲明理的重要，要离这个转弯处，要会当领悟体会。修学道嘛是咧修这个所谓精神，咱嘛是思想一种转变。思想若转变，有光明的思想，有正确的思想，
有道气的思想，当然啦，拢行向公义。咱好老前人就甲咱慈悲，越强越富，宇宙富；越富越强，功德富。哦，坦白讲，互咱呢，大家接过这个吼，互我跟着就欢喜啊吼。啊，不过咱有哪来共同参考？越强越富，哪善就哪好业。这个强就是安那，人讲声闻分闻。搁有人咧讲，若咧散甲讲家徒四壁，就讲剩四壁壁拢啥物拢无啊，散甲拢无啊，拢无啊，就是空啊。若哪空，哪会哪有？咱想，就是因为虚空，因为空才有法度啊承载，才有法度通啊山河大地，才有法义国清秀，草木丛林，恶法善法，恶人善人。就是虚空，毋才会向立遐济，厝遐大，照常伊甲先接伊，水遐大，所以讲才咧讲生海，就是毋才会讲宇宙，哪有法度通啊连义我清秀拢甲因为伊空才有法度啊用力。共款来有来咱自心当中，咱自心当中即个叫尔。连咱的心骨拢甲截除掉，那安尼就会哪有智慧？咱自心当中圣者就是，因为圣者因就是无物，所以因能成万法，因为无物成万法，所以哪成理？但是道德经拢有注意讲，众人皆有义，而我独有义。啊，世间人拢啊希望剩较济啦，啊剩较济安那，剩较济拢嘛想讲要拥有较济，啊哪想要爱哪济，其实安那会变成自私自利，啊怎么做不利，啊要爱哪济，甲家己呢钱甲十统统，其实讲起来呢，咱应该爱留给自己一些空间呐。咱若咧坐公车，哦，钱甲咧讲啊，这3点鱼，啊，若人一直落车落讲，哦，安尼加足轻松诶，加足灵诶，这个道理咱知，毋过咱自心当中，咱若无去甲截除，甲这个物件，包括外不心不甲伊截除，无法度啊大家治治。所以讲，咱好老前人，伊是安那有法度啊做出五大牺牲。是因为伊自心当中，伊已经无物件，连伊的性命拢会当奉献啦，伊哪阁有啥物袂当奉献？吼，咱像老前人伫《维明集》内面来讲的讲，伊啥物拢奉献出来啊，连身躯拢是公物啊。所以哪有法度啊放下这个强的已经空啊，所以伊哪有法度啊牺牲？自然这个富，越富就讲伊的内德。哪丰富伊的内德，伊的智慧哪显现？那越富越强就讲内德哪有？伊呢？伊哪有法度放下？才讲功德富，功就是不离自性，德就是应用污染。伫即道遮，咱会当看到，咱金刚经讲爱少数上，离咱15条佛规讲佛教形象。拢在拢要甲咱讲植物，所以哪根基哪好的人，智慧哪好，内德哪好的人，他放下2个字不是空口说白话，伊会甲江山放下。咱好老前言5大牺牲是咱在甲推崇，其实对伊来讲，伊感觉就是需要，就是这样做。咱孔夫子讲，看富贵如孤魂。世尊讲看着金仔讲哦，咱像毒蛇，是安那因拢有法度安尼。老夫子讲，你我独有伊，伊拢甲全部拢像拢无伊啊，无伊啊，就是因为无伊啊，反倒等伊智慧哪显现，所以哪有法度牺牲？这一点互我感受到的，其实若是根基哪差。免讲是内心的心骨，外在的物件足执着足固，要放下有时啊要放下，讲2点钟听班要放下，
一个付出，伊拢有困难，因为咱割舌，无法度通认识到遐，哦，就是为遐日益向外倒的，其实会捌哪济，比成哪济，但是这也毋是真正智慧，真正会则讲为道而顺，真正若修道。